歡迎收聽 Marketing Forward 未來視野。今集同大家分享3個原因，點解 Google 關鍵字廣告 SEM 係所有 online marketing 渠道裏面咧最好嘅一個起點。今集咧就比較適合一啲初創啊，又或者係未做過 online marketing 嘅公司啊，又或者啱啱開始做啦，又或者你開始去諗，OK，我間公司或者生意咧要開始去做一啲 online marketing 啦，我應該由邊度開始好呢？咁今集咧就係同大家分享翻點解我認為 Google 關鍵字廣告 SEM 係所有 online marketing 渠道裏面咧最值得去做嘅第一步。咁首先第一個原因，Google 關鍵字廣告咧係高轉化率，因為用戶輸入關鍵字呢個動作咧本身已經反映咗一個需求，一個 demand 喺度。如果我哋去比較翻唔同 online marketing 嘅方式咧，我哋會發現 Google 關鍵字咧喺咁多個渠道裏面咧轉化率係最好嘅。例如當一個女仔可能係想做 facial 嘅，咁佢可能揾香港最好嘅美容院、香港美容院之類咁樣去開始做佢嘅 research。咁但係正正佢揾呢啲關鍵字咧，已經表明其實佢需要美容呢個服務嘅。又或者喺關鍵字上面，我哋做得更加仔細、縮窄範圍嘅關鍵字咧，效果會更加好嘅。我唔知仲興唔興啦，例如做微針啊、針清啊呢啲都係一啲更加仔細嘅關鍵字。喺美容呢個 theme 咧，我哋再縮窄去淨係微針啊、針清啊，又或者係淋巴按摩啊呢啲，越係仔細咧，個關鍵字嘅轉化率係越好嘅。咁入咗去網站之後咧，個轉化率高定低咧，好老實講，我哋通常都會話，其實係你公司產品或者服務嘅問題啦。可能傳統咁樣去講 marketing 嘅 4P 啦，4個 P 啦，你個 pricing 係點啦，你個 product 係點啦，又或者你個地方 placement 係點啦。例如我係想揾中環美容嘅。咁但係你喺荃灣，咁可能個地方有啲遠喎，咁我就唔考慮啦。咁但係頭先我講嘅呢啲咧，都係產品服務方嘅問題啦。最重要嘅 online marketing 咧，首先第一步係揾到一個有需求嘅客戶，然之後帶到嗰個人咧去你哋嘅產品或者服務面前。咁我哋對比一下 Facebook IG 嘅廣告啦。咁有啲人會話係Facebook IG 廣告咧，其實都知道你揾緊啲咩嘅喎，即係起碼可能喺你個 WhatsApp 嗰度講過貓糧狗糧啊，跟住你轉個頭咧就喺 Facebook IG 就睇到呢啲貓糧狗糧嘅廣告啦。但係咧 Facebook IG 廣告同 Google 關鍵字廣告唔同嘅位咧，就係個用戶當刻嗰個狀態情景嘅唔同。咩意思咧？當一個 Facebook IG 廣告出現嘅時候咧，你唔可以包保嗰個用戶咧當刻係考慮緊呢啲產品或者服務嘅，你只可以話佢揾過呢啲，嗰段時間佢有呢啲興趣。例如啦，可能 Facebook IG 知道我揾緊一間 gym room 嘅，咁佢可能會出啲 gym room 嘅廣告啦，聽落去係幾符合嘅。但係可能當時個用戶個處境咧係食緊飯啦，同人哋 social 緊啦，又或者係夜晚瞓覺之前碌下手機，冇諗過 gym room 嘅嘢嘅。咁嘅情況咧，同一個人坐低或者瞓喺度撳手機嗰陣時，特登去輸入一個健身室嘅關鍵字喺 Google 度揾一啲相關嘅產品資料或者服務都好咧，嗰個心態咧係好唔同嘅。喺 social media 嗰度見到個廣告咧，當個情景唔啱咧，好容易咧就俾人碌走咗啦。但係後者，當我喺 Google 去出現個廣告咧，我好肯定嗰個人當刻個腦係諗緊呢樣嘢嘅，有呢個需求嘅。咁所以咧，只要我接觸到嗰個人，只要啦，即係理論上 theoretically 咁樣講啦，個價錢啱，個 product 啱。仲要係可能頭先我講到嘅，例如4P 其中一個 P placement 個位置係啱嘅，乜嘢都符合晒嘅，咁我就可以做到呢個成交啦。
咁當然啦，喺呢度戴翻個頭盔啦，呢啲都係好理性咁樣去睇個用戶嘅 behavior 嘅時候，因為免不了都有其他因素嘅，例如 branding 啦，又或者係衝動消費嘅因素啦。咁其實相對地，呢啲價錢啊、product 啊、placement 呢幾個因素咧，其實都同樣 apply 喺social media 廣告上面㗎，Facebook、IG 廣告上面都係一樣㗎。但係都係嗰句，Google 關鍵字嗰個優勢咧，就係再一次講啦，就係個用戶咧已經係考慮緊呢啲產品或者服務㗎啦，佢係已經想揾一啲相關嘅嘢。咁所以咧，我哋每接觸到一個用戶咧，透過 Google 關鍵字咧，每一個用戶撳入嚟咧，都係好有價值嘅，好有潛在價值嘅。佢哋嘅轉化率咧，會比起社交媒體更加好啦。咁但係都要注意翻啦，所有嘢個前提咧，就係你嘅產品或者服務咧，必須係有關鍵字嘅搜尋量嘅。換句話說，即係你個產品或者服務咧，有啲字眼咧係已經有俾人搜尋嘅。因為如果冇人去揾你呢個產品或者服務咧，咁首先你 Google 關鍵字嘅廣告都唔會出現啦，同埋亦都同時間代表個市面上咧個需求未必咁明顯，甚或乎唔存在嘅，可能係一啲比較創新啊、革新嘅產品啦。又或者咧，市場咧係唔 aware 有呢個產品存在嘅，即係例如我哋今日揾 Bitcoin 咁好正常啦，呢樣嘢個個都知。但係如果喺廿年前、15年前，你喺 Google 上面揾 Bitcoin 呢個搜尋量同今時今日去比咧，咁就非常之唔同啦。咁變相你喺15年前落 Bitcoin 呢個關鍵字，嗰個成效有幾好咧？咁可想而知係唔同嘅。咁點樣去睇呢個搜尋量咧？今集咧就唔多講啦。最簡單咧就係開一個 Google Ads account 啦。咁裡面咧有一個免費嘅工具咧叫 Keyword Planner，大家可以喺嗰度輸入翻一啲關鍵字咧去做翻啲 research 嘅。好啦，咁講一講第二個原因啦。第二個原因咧，我覺得 Google 關鍵字比較適合即係啱啱開始做 marketing 嘅公司咧，就係因為佢個成本要求咧，我覺得係比較低啲嘅。又或者咧係一個比較彈性去控制成本嘅一個方式嚟嘅。咁首先咧，Google 關鍵字個廣告咧，主要咧係靠文字嘅。咁所有嘢都係文字嘅，唔需要圖，唔需要影片。咁變相你唔使拍片，唔使揾人去P 圖，或者請 model，或者請 shooting 咁樣。咁就算你話可能影片或者圖片都係你自己一手搞掂嘅，咁我相信打字再加上依家有 ChatGPT 咧，應該都比較快或者比較方便啦。分分鐘可能係半個鐘、15分鐘以內已經搞掂嘅一樣嘢嚟嘅。咁講起圖片或者影片咧，我哋去比較下其他 marketing 嘅方式。咁講影片啦，我相信齋講影片 YouTube channel 呢樣嘢啦，我諗都唔使考慮噶啦，因為拍片呢個成本都非常之高，去不斷咁樣去拍片個成本應該都唔少，唔需要考慮噶啦。咁最多人可能會問嘅咧就係，喂 Google 關鍵字你要投放 budget 㗎喎，但係我 social media 我可能唔使搞咁多嘢喎。即係人哋會教，可能話你只要一個禮拜出幾個 post，跟住然後每個禮拜都咁樣 keep 住嘅，仲要 AI 依家可以自動幫你整 post，咁咧啲 post 都係自動生成噶啦，跟住然後你 keep 住 post，可能過咗幾個月之後咧，你就 suppose 有一班 followers 噶啦，咁呢班 followers 就變得越嚟越大啦，咁自自然然咧就會去更加了解你哋嘅產品啦，然之後可能呢班 followers 喺未來一段時間咧就會去買你哋嘅產品或者服務嘅。嗱，呢度咧已經有好大嘅討論空間啦。首先第一，如果我要等有 followers 嘅話咧，咁我要等幾耐先至有足夠嘅 followers，先至可能會有第一個查詢咧？我認為啦，今時今日咧，去 grow 一個 IG，去養一個 IG account，令到佢有好多 followers 咧，如果唔落廣告咧，都係幾困難嘅一件事。仲要齋靠圖片咧，我相信都唔係一件簡單嘅事。再者咧，喺呢個 example 咧，我挑戰一個問題就係，究竟幾耐
先至有 followers？就算有 followers，幾時先至夠多，然之後有人主動去查詢呢？我諗時間呢樣嘢咧，先係我最 concern 嘅問題。冇錯，成個方式咧係唔需要錢 AI 生成所有 post，慢慢等就得噶啦。但係如果你等咁耐，你間公司係 run 緊，我諗或多或少你有啲 fixed cost 噶。例如可能你等咗最快嘅2-3個月就有第一個客啦，咁你呢2-3個月係咪真係乜嘢收入都冇咧？可以接受到呢個情況咧？咁一啲固定成本，水電煤啊、租金啊，又或者你請人啊，咁我喺呢個 case 裏面，我覺得都比較 make sense 去計埋呢啲成本喺入面去比較成件事。咁對於養一個 Facebook IG，第二個觀點咧就係係咪真係用 AI 整圖就得咧？我相信其中一樣嘢依家有 Reels 咧，Reels 影片咧真係一個重點嚟嘅。尤其是佢要同抖音去鬥啦，佢會主動去派影片，派得比較多啦。另外你就咁自己出 post，你又有幾肯定你出咗10個 post，有冇一個 post 係可以爆紅嘅咧？即係突然之間嗰啲 view 數爆得好多，跟住令到好多人睇你 follow 你，你係咪幾肯定你做到一條咁樣嘅片咧？咁如果唔係嘅，咁你又有咩方法去令到多啲人睇到你哋嗰啲片啊、post 啊，然之後有多啲 followers 咧？最尾我覺得最通常嘅做法咧，其實始終都會翻去落廣告呢個模式上面嘅。咁翻去我哋嘅主題啦，咁即係今集我嘅觀點咧，我堅持覺得你去養一個 IG 或者 Facebook 咧，可能去到最後咧，你哋都係要落廣告啦，又或者你齋靠出 post 呢樣嘢咧，個風險太大啦。咁或多或少，我哋都要用到廣告投放呢個模式咧。咁 SEM 都係廣告投放啊，但係佢唔需要整片整圖喎，齋寫文字就得。咁所以呢個比較上咧，我覺得 Google 關鍵字係優勝一啲嘅。好啦，咁喺呢個低成本嘅原因上面咧，我哋討論另一個方向啦。嗱，文字係免費啦，但係 Google 關鍵字廣告一定要有網站喎。咁網站個費用又點咧？咁喺呢一度咧，我分享兩個點樣整免費網站嘅方式啦。即係完全唔需要買個網域名啊，唔需要買啲 server 啊，月費都唔使俾嘅。點樣搞咧？首先第一個方式咧，就係靠 Wix 呢個工具或者平台嘅。咁 Wix 串化咧就 WIX 啦。咁大家咧可以喺入邊開咗個 account 之後咧，就免費咁樣去整一個網站嘅。當然啦，佢個流程咧會非常之建議你去買佢哋個 plan 啦，買個月費啦。但係其實你可以交叉晒佢哋嘅，取消晒佢哋嘅，跟住然後繼續去設計你哋嘅網站嘅。咁佢有好多範本啦、template 啦，或者我哋所謂嘅罐頭啦。咁只要用翻佢呢啲，跟住然後打翻啲字，up 翻啲圖片。我當最懶人嘅方法咧，我相信一日都整完個網站噶啦。咁當我哋用呢個免費嘅 version 去公布咗我哋個網站之後咧，就會得到一條連結嘅。但係呢條連結咧都幾核突嘅，好似亂碼咁嘅樣。咁但係我哋最重要嘅咧，就係將呢個連結咧擺喺我哋個 Google 關鍵字嘅廣告設定嗰度咧，作為我哋個 final URL。呢度嘅諗法咧，就係啲用戶去揾啲關鍵字出現咗你哋嘅廣告咧，只會見到你哋嘅標題，然之後撳入去啦。我諗相信冇乜人咧會真係咁得閒咧去睇啊你個 URL 好核突喎，跟住我就唔瀏覽啦，我就 quit 啦。應該未至於去到咁嘅。咁起碼啲人入到去你哋個網站之後咧，就根據你哋上面寫嘅嘢去消化翻你哋嘅產品或者服務啦。咁純粹有一個比較核突嘅位咧，就係佢會標明咧呢個網站咧係用 Wix 嘅免費 version 去整出嚟嘅。咁但係今日我哋講一個免費嘅方法啊嘛。咁今日為咗節省成本，又或者去試下 Google 關鍵字廣告帶俾你嘅效益咧，一開始我覺得都幾值得咁樣去試嘅。如果真係忍受唔到嘅，起碼試完之後咧，覺得啊有嘢入喎，即係有客戶去揾你喎，
或者買你哋嘅產品。咁喺嗰個 point 喺嗰個時候咧，咁你咪可以更加決定到呢個網站值得我投資落去，買佢哋嘅 plan 啊，買翻個網域名啊，然之後砌得靚仔啲啊。咁同樣嘅道理咧，喺第二個方法完全一模一樣嘅啫，只不過係唔同嘅平台，就係用 WordPress 啦。完全同一個方法，開同一個 account，用一啲template 或者罐頭嘅方式去砌你呢個網站，最後 publish 咗之後咧，公佈咗之後咧，就有個連結俾你啦。咁同樣嘅方式啦，呢個連結都係作為你哋嘅廣告 final URL 設定翻佢就得啦。咁無論係 Wix 或者 WordPress 去整網站啦，都係用一啲罐頭或者 template 嘅形式去整啦。正如啱頭先我所講，節省到好多時間啦。一開始你個 online business 啱啱開始起步嗰陣時咧，真係唔使投放太多嘅時間咧，或者資源去執靚你哋個網站嘅。只要做到基本足夠資料，等啲用戶入到去，清清楚楚睇到你哋嘅產品資訊咧，咁就其實係一個非常之好嘅開始嚟噶啦。好啦，咁我哋用咗相當長嘅時間去講第二個原因啦，低成本啦，對比起其他 online marketing 嘅方式。咁我哋去到最後一個原因啦。原因三，當你個 Google 關鍵字廣告咧行得好嘅話咧，或者去到一個樽頸位咧，你會想 explore 一啲其他 marketing 嘅方式咧，去倍化你哋嘅效果嘅。咁喺呢個層面上面去睇咧，我覺得 Google 關鍵字咧都係比較容易嘅。通常咧，我同客戶咧有兩個方向啦。當 Google 關鍵字做得好，同埋開始飽和嘅時候，第一個咧就係 SEM 同 SEO 嘅配合。咩意思咧？SEM 咧係一個 Google 同埋關鍵字嘅層面已經做得好啦。換句話說咧，我哋已經 identify 到呢一啲關鍵字咧，係唔單止有流量，兼且呢啲流量咧係有嘢翻嚟嘅。例如有客戶查詢啦，有人買嘢啦，或者我哋所謂嘅轉換啦。咁我哋 spot 住、瞄準住呢啲關鍵字咧，我哋去做 SEO。例如我哋今日見到一間理髮鋪咧，可能係做 Google 關鍵字中環理髮店，係好多客戶入嚟我哋個廣告，然之後會查詢嘅。咁既然我知道中環理髮店呢個字咧，呢個關鍵字咧係帶到查詢俾我咧，我咪照住呢個字去做好關於呢個字嘅 SEO 咯。做好個 SEO，投資啲錢落去，執好寫 blog 啊、寫 pages 啊、backlink 啊，任何關於 SEO 嘅嘢。然之後喺中環理髮店嗰度咧，當你個網站個自然搜尋咧提升咗 ranking 啦，經常出現你個網站啦。喺嗰陣時，你開始可能可以試驗一下，OK，中環理髮店係帶到好多查詢俾我嘅。由 SEO 嗰方面咧，我都已經做得好好啦。不如我開始減少或者停止去落 SEM，齋靠 SEO 一啲免費自然嘅流量流到我個網站入嚟，會唔會有查詢呢？換句話說，你 SEM 揾到一啲好有價值嘅關鍵字，跟住然後咧對住呢啲有價值嘅關鍵字咧，你去做好 SEO。當你做好 SEO 之後咧，你就試下去停止你個 SEM，齋靠你個 SEO 去跑。咁成件事其實係有根有據嘅，因為喺我哋做 SEO 之前咧，我哋已經喺 SEM 上面咧知道呢個關鍵字咧係有嘢返嘅。所以咧，令到我哋去做 SEO 嗰陣時咧，少啲嘅風險啦，更加確定呢個關鍵字係值得去做啦，有價值啦，同埋可能另一個層面去睇 SEO 好多時咧都係跑流量嘅。咁今次咧，我哋唔單止淨係跑流量，而係流量之後咧有查詢，有一啲生意嘅價值喺裏面嘅。好啦，咁講完第一個策略組合啦，SEM 加 SEO。另一個咧，我都比較常用嘅咧，就係 SEM 配合翻 Meta Ads 或者 Facebook IG 廣告嘅，咁就係靠 social media 廣告咧去 remarket 翻 SEM 嘅流量嘅。咩意思咧？即係話當有用戶搜尋咗關鍵字入咗去你哋個網站之後咧，當佢唔買嘢，又或者冇做到查詢嘅話咧，我哋就喺 Facebook IG 嗰度咧 target 住呢班人，然之後去掉廣告俾佢哋睇嘅。
點解有個咁樣嘅策略咧？因為首先前提咧，佢打得呢個關鍵字咧，佢哋就已經係對於呢個產品或者服務咧係有需求嘅。之但係咧，佢冇做到一啲轉換或者查詢，免不了咧有啲情況就係嗰個用戶咧，可能係喺搜尋啊、瀏覽嘅期間咧就 drop off 咗啦，即係佢停止咗件事啦，下一日再 research，又或者佢唔記得咗啦，佢睇完你哋間鋪頭產品，有機會可能係滿意嘅，而之後唔記得去揾你哋。又或者更加平常嘅情況咧，就係佢仲比較緊唔同嘅品牌啊，唔同嘅公司嘅產品同服務比較緊啊。咁喺 social media 嗰度咧，target 住呢班人咧，去過你網站搜尋過關鍵字呢班人咧，去落呢個 Facebook、IG 廣告咧，係更加策略性、針對性嘅。因為我個廣告咧，就係可能係提醒翻佢哋啦。嘿，可能係同個用戶講，喂，你尋日前日先睇過我哋個網站喎，快啲嚟揾我哋啦。可能一啲叫做 call to action 嘅廣告啦，push 下佢哋去做一啲動作啦。又或者咧 remarketing 咧更加好啦。如果你哋公司係 OK 嘅，就係俾啲 discount 啊、誘因啊，又或者可能係第一次嚟到我哋公司去用我哋嘅產品或者服務咧，就有一個優惠啊。咁呢啲都係啲常見嘅做法啦。最緊要咧喺呢個層面上面咧，首先再一次啦，第一，我唔係任意去 target 任何一批人，target random 隨機嘅人咧，或者就咁可能好大眾咁樣對我產品有興趣，跟住然後叫 Facebook 咧就去揾呢扎人啦，唔係咁嘅。我 target 呢班人咧，或者我 remarket 呢班人咧，係透過 Google 搜尋過我哋關鍵字。入過我哋個網站，佢哋係知道我哋嘅產品嘅服務嘅，或多或少。而佢哋欠缺嘅咧，可能係一啲誘因或者一啲 push factor。咁最平常啦，就係一啲價錢上嘅誘因啦，又或者喺呢度可以去做啲 A/B testing 啦。例如唔單止係價錢嘅，即係唔單止係出一個廣告係講第一次試造價或者優惠價。可能係一啲見證啦，可能係一啲客戶嘅個案分享啦，去 remarket 翻個意思咧，就係同客戶去講，嗱，你睇過我哋個網站啦，產品同服務啦，咁啊，我想俾多啲信心你哋睇下我哋過往嘅個案，可能係唔單止個案，獎咗成就啊，任何一啲方面嘅資訊咧，可以令到佢哋更加有動力去揾你哋嘅，或者更加信任你哋嘅。咁呢啲都係值得去做一個廣告去 remarket 翻佢哋。好啦，咁今集咧講下講下又變咗非常之長嘅一集啦。總結翻今集咧，分享咗三個原因，解釋點解 Google 關鍵字廣告又或者叫做 SEM 係我認為新嘅 business 啦、初創啦，又或者未做過 online marketing 嘅公司咧，可以首先考慮嘅一個 online marketing 渠道嘅。咁原因有三個啦。首先第一，轉化率比起任何一個 online marketing 嘅方式都高啦。第二，相對上整體個成本低啦，唔單止係廣告投放嘅預算啦，講緊你可以彈性咁樣去處理呢件事嘅。但係講緊你個廣告素材，淨係文字同埋分享咗點樣整一個免費網站嘅方法啦。咁呢啲都係極度低成本嘅製作嚟㗎啦。咁第三個原因就係當如果個 SEM 係做得好啦，飽和咗之後啦，佢可以點咧？佢其實我認為係好容易同其他廣告策略去做成一個組合嘅。咁有分享咗點樣同 SEO 去做一個組合啦，點樣同 social media 去做翻一個 remarketing 啦。咁今集咧就住呢個 SEM 咧講咗佢好用嘅原因啦，點樣用執行嗰陣時點樣可以平啦，做得好啲啦。第三咧就係未來啦，後續啦，就係點樣銜接其他策略嘅。咁希望今集嘅分享咧，幫到一啲初創啊，或者啱啱開始想做 online marketing，但係唔知點樣開始嘅人咧，有一啲啟發啦，或者方向去諗嘅。咁喺呢度咧都賣個廣告啦。如果有任何嘅聽眾咧係需要有關 Google 關鍵字廣告嘅服務啊，未必係執行嘅，亦都係喺執行之前嘅計劃啊，
查詢啊，想問啲問題啊，又或者係頭先 mention 過嘅 keyword plan 啊，我哋可以幫你哋去做一個關鍵字嘅計劃書。咁呢一啲咧都係我哋提供嘅服務，歡迎嚟聯絡我哋去查詢一下。可以喺 IG 或者 Facebook 嗰度咧 message 我哋啦，又或者我哋喺 show notes 嗰度咧放低咗我哋嘅 email，用 email 去聯絡我哋嘅。咁鍾意聽有關 online marketing 嘅資訊或者內容咧，亦都非常之歡迎去 subscribe 我哋個 podcast 啦，Marketing Forward 未來視野。咁今集就去到呢度啦，多謝大家收聽。